關係到所有勞工退休金的雇主強制提繳率，自勞退新制實施20年來，一直攏調在6%，無壓關。勞工團體5一行動聯盟今仔日佇立法院外口召開記者會，要求勞工退休金條例愛修法，甲這強制提撥率有關到7%至12%，若無這基層勞工退休根本就無保障。對此，勞動部表示會繼續甲勞團溝通討論。雇主提撥要提高，立即修法。5一行動聯盟在立法院外口表達訴求，勞團部門表示，勞退新制交單已經20年，法定要求雇主強制的提繳率上限要調在6%，因指出全國有70%的勞工連平均薪水48000都無，提繳6%才頭路25年了後，退休金全戶本金甚至連100萬都無，退休根本就無保障。勞團要求政府要趕緊修勞工退休金條例，甲強制提繳率抽懸到7%至12%。希望要解決台灣老年貧窮的問題。包括年輕人低薪、中產階級薪資停滯以及結構性失業所造成的老年貧窮。立法院攏總正式有提11案，但是攏還佫停留佇遐。今日主要案內遮是主要就是講第一會當優生的排程啦吼，是這個會當加入3讀。23在立法院有召開勞退新舊制修法公聽會，有產業團體表示，國內的產業發展無平衡，像傳統產業甲中小型企業經營甲真辛苦，那提懸企業的法定提繳率，會造成真大的財務壓力。提撥的那個法定的成本，其實對中小企業跟傳統產業來講，其實它的那個負擔也很大。政府也要去思考，怎麼樣有更大的誘因，讓員工、讓勞工他願意自己去做提繳。針對各方的訴求，勞動部表示，有推出順舊制勞工自提甲提前結存的選擇。在新制的部分有修正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細節，確立雇主收取勞工自提退休金義務等等，嘛結合 ESG 評鑑鼓勵企業提懸提繳率。繳率超過6%，列為評選標準額外加分的項目，鼓勵事業單位主動提高雇主的提繳率，同時也積極鼓勵透過團體協商，將優於法定提繳率納入團體協約。針對雇主強制提繳率，敢有需要加關，要加關到偌濟？勞動部表示會繼續甲各界溝通討論。若勞退新舊制修法，立法院已經有11個提案版本，勞動部版本也擱在研議當中。記者盧尚如、鄭俊佑台北報道。